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进行种族灭绝，而维吾尔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采访流亡土耳其的维吾尔孤儿，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维吾尔儿童命运的注意。记者采访的维吾尔族儿童年龄不同，但情况基本相同。他们的父母出于各种原因被关押中国政府的集中营系统中，他们的护照被没收，无法去任何地方。一些父母被判处重刑，有的尚不清楚父母是否还活着。其中一些儿童已成为孤儿，与亲戚失去了一切联系，甚至无法记住父母的面孔。其中一个孩子是16岁的艾珊，他说：“我离开家人已经5年了，如果我遇到他们，我可能会认不出来。”根据该报告，几乎所有的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学校学习的儿童都遭遇同样的命运，其中一些已经完全忘记了父母。伊斯坦布尔一所维吾尔学校的负责人哈比布拉·奎萨尼对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在维吾尔族学校中以维吾尔族身份教育儿童的原因。”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坚称尚未对维吾尔人的行动自由施加任何限制。这些维吾尔族孤儿的命运再次表明，中国政府在撒谎。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中国记者沙磊在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和威胁后，已经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台湾。中国就 BBC 对维吾尔人所做的报道表示谴责。沙磊因有关中国侵犯维吾尔族人权以及处理武汉病毒疾病的报道，受到来自中国当局的法律威胁和压力。沙磊表示，近几个月来自中国当局的威胁越来越大。沙磊已经在中国9年，报道过东突厥散维吾尔人人权议题，并多次获奖。此外，他也报道过武汉病毒疫情的问题。他说，认识到留在中国越来越难后，决定前往台湾。BBC 在官方推特账号上发表声明，沙磊将中国当局不希望全世界知道的真相曝光。BBC 对沙磊在北京这段时间的获奖报道引以为傲，他仍是我们报道中国新闻的记者。美国国务卿再次确认，香港不再享有美国政府给予的自治贸易和金融待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重申了前政府去年做出的认定，即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主权移交后所享有的自治贸易和金融特别待遇。布林肯在一份交给国会的通知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继续废除香港的高度自治，违背了对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所承担的义务，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以及香港政府实行的国安法，严重损害了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星期二发表声明，对世界卫生组织新公布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提出了共同的关切。在美国国务院以及其他签署国的网站上发表的这项声明说，必须要对有关病毒起源的国际专家研究被严重推迟，而且缺乏获取完整和初始数据与样本的准入途径表达关切。除了美国政府以外，签署声明的还有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韩国和斯洛文尼亚13个政府。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政府不允许调查武汉病毒的来源。澳大利亚周三宣布将与美国密切合作，开始建造自己的导弹，以加强其防御能力。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说：“我们将在这一重要举措上与美国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了解我们的项目如何能最好地支持澳大利亚的需求，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军事伙伴日益增长的需求。”他指出，如果中国决定以武力控制台湾，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最初将在这个计划上耗资10亿欧元。该计划是对国防及国防工业进行10年巨额投资的一部分。